組織碎化技術 Histotrapsy 是一種非入侵性的醫療程序，利用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照射及破壞肝臟腫瘤。聲波在腫瘤組織內因為氣體迅速膨脹及收縮而產生微氣泡，微氣泡會破壞腫瘤組織，同時將周邊組織傷害減至最低。畫面中的紅圈係本次演示的牛肝的位置，同時亦可以通過超聲波儀器查看碎化情況。接下來我們就會用組織碎化技術切碎牛肝，但不破壞外面包裹的啫喱。可以見到牛肝已經由正方形切碎，超聲波畫面中也可以見到。現在我們將整塊啫喱拿出來切開看看，切開可以看到原本的方形牛肝已經被碎化成肉泥形態。係包嘅，咁同埋呢一個部分呢，我哋係賠落呢個癌症嘅費用嗰度，就等於電療啊、化療嘅同一類賠償嚟嘅。其實呢，我哋上年年中9月左右啦，我哋已經作咗一個索償係 for 呢一個種類嘅。咁同埋嗰個因為佢買Wecansurance 啦，咁其實佢個收費總額淨係 for 呢一個技術呢，就大概30萬到嘅。咁嗰度我哋都賠足晒俾個客人㗎啦，冇乜特別㗎。其實我哋都係當佢係化療啊、電療，其實都係癌症治療嘅一部分嚟嘅啫。咁所以唔使話好擔心話，呢個新技術係咪唔賠？其實我哋唔會咁樣睇嘅。